表示衷心嘅感謝。係啦，歡迎各位嘉賓可以跟隨。呢個經驗咧，能夠為中西區。攞齊啦，攞齊啦！唔該你話，啊，唔該，唔該，有咩？係啊！支持，有請郭生。尊敬嘅中央駐港聯絡辦我哋港島工作部楊成偉副部長，仲有我哋民政及青年事務局處理局長梁雲正先生。亦都有我哋勞工及福利事務局何啟明副局長，仲有我哋蘇長榮理事長係中環辦事處嘅開幕，表示衷心嘅感謝。拍得響，個個有福享。係啊，爆翻晒。好，依家有請主禮嘉賓分成兩組，然後移步到台前。喺切燒豬之前呢，麻煩各位主禮嘉賓望向攝影師，影翻張大合照留念。一到1、2、3，燒豬一開，好運自然來，祝辦事處開業大吉，事事順利。1、2、3，正式開幕！感謝。係啦，歡迎各位嘉賓可以跟隨。你翻嚟咩？你有冇事啊？認得人啊嘛？佢起碼要25以上。有啊。碰到個手踭，知道佢斬危險啊！我啊，我點安全啊？係啊，係啦，穩陣啲啊，咩停單手啊，同埋事嘅大佬。係啊，唔好有問題啊！好啦，嗰度交你。
有百幾個，攞盤嚟啦，攞盤嚟啦。識佢你張紙呢張紙唔得㗎，張紙後邊有好多裝咗啊，有好多裝飾啊。有啊，嗰度有啊。係啊，我哋揀工作人員先，唔該。係啊，係啊。我哋啲嘉賓我俾咗你，俾咗其他。好嘅，唔係派嘅，唔係派。唔係我話事啊，知唔知啊？你話未有隻攞去辦事處㗎？我真係好多人。係啊。都係好最好嘅真係。你一陣間啲人埋嚟猛咁搶啊！你冇人咪係住。幫到手我啊！硬硬。得啦，你行。